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滋滋遊遊。今集我哋同大家一齊去廣州吃喝玩樂。嚟到廣州第一時間，梗係要去飲個茶先啦。我哋就去咗呢一間大名鼎鼎嘅百年老字號。總括嚟講，呢一間字號嘅點心都相當之唔錯。喺廣州嘅百年老字號又點只得一間呢？呢度有各式各樣不同種類嘅老廣州特產。買2大袋手信啊！喺呢度當然都有唔少歷史級嘅特色打卡位，例如喺我哋身後嘅永慶坊，同埋呢一條咁靚嘅月亮橋。入夜之後，我哋去咗一個新嘅地方，我哋嚟到位於廣州越秀區嘅大佛古寺，喺度揾咗一間性價比相當之唔錯嘅酒店住咗一晚。晚飯時間當然要四周圍揾下有咩好嘢食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今集嘅廣州之旅 ，Let's go！ 講返上一集，我哋喺清遠長隆度假區玩咗2日1夜之後，就準備出發去廣州嗰邊玩。我哋直接喺長頸鹿酒店打車過去廣州嗰邊，車程大約係1個半鐘左右。因為過去廣州嘅路程都有啲遠，所以車錢接近200蚊港幣。好啦，經過咗個半鐘嘅車程之後，我哋抵達咗廣州。我哋落車嘅地方就喺呢一條叫第十虎路嘅街道。呢條街兩邊嘅建築物可以令你完全感受到老廣州嘅味道。喺呢條街可以揾到2間唔同字號嘅酒家，而同樣地呢2間酒家都係屬於百年老字號。一間係蓮香樓嘅總店，而另外一間就係即將要為大家介紹陶陶居喺廣州嘅總店。因為陶陶居喺深圳嘅分店，我哋曾經食過一次，整體嘅水準就比較一般，所以我哋就想試下陶陶居嘅總店同深圳嘅分店有咩分別，定係其實啲質素都係差唔多呢？陶陶居總店大門口相當之有氣派，2層樓高嘅正門上面掛住陶陶居嘅金漆招牌。要有咁嘅牌面先算得上係百年老字號。大堂嘅設計相當之富麗堂皇，但係又帶點時尚嘅優雅，令到呢一間老字號俾人一種煥然一新嘅感覺。喺大堂嘅旁邊會有一間賣手信嘅鋪頭，呢度有各式各樣陶陶居自家品牌嘅特產。喺呢度仲可以透過玻璃窗見到點心部廚房入面嘅運作，睇嚟佢哋對自己嘅出品非常之有信心。令陶陶居出名嘅關鍵就係由呢一啲唔同機構頒發嘅認證，的確係威水嘅。行前啲會見到一啲櫥窗，呢度展示咗陶陶居嘅一啲歷史。好啦，去到用餐嘅環節，我哋準備入座。入到去之後，我哋張台居然仲未準備好啊！睇嚟人手非常之不足。我哋喺入面呆等咗10分鐘，都仲未有職員安排我哋入座，搞到我哋企咗喺度極之尷尬啊！呢個係非常之差嘅體驗。再等多幾分鐘，職員終於安排咗另一張台俾我哋。先講一講呢度嘅環境，裝修係設計得時尚優雅，擺台亦都唔算密，台與台之間嘅空間感非常之足夠。呢間酒家雖然係百年老字號，但係走嘅路線明顯係比較新派一啲。至於出品方面又展唔展示到應該要有嘅水準呢？我哋先同大家睇一睇呢度嘅餐牌。當去到一間第一次去嘅酒樓，通常都會試一試佢哋嘅點心，唔知大家又認唔認同呢？睇餐牌呢度係一啲好傳統嘅廣式點心，選擇亦都唔少。但係因為我哋入座嗰陣已經係晏晝3點半啦，所以好多嘢都賣晒。最後我哋嗌咗一個食小菜為主嘅雙人套餐。另外再加咗1籠蝦餃。首先出場嘅係陶陶居招牌點心大蝦餃。呢度嘅蝦餃可以用4個字去形容，就係皮薄餡靚，輕輕一篤就穿嘅外皮包住幾隻非常之爽彈嘅鮮蝦，食落去嘅感覺係非常之清新，果然係好有水準。呢隻蝦餃暫時佔據咗我嘅蝦餃名單裏面嘅第1位。下一個點心就係傳統馬拉糕，淨係睇個賣相已經非常之吸引啦。呢個馬拉糕蒸嘅時間啱啱好，蒸到非常之鬆軟，
食落去嘅感覺係香甜綿密，賣相同味道一樣咁高質。好啦，點心嘅環節就已經完結咗啦，跟住為大家介紹嘅就係2人套餐裏面嘅小菜。呢一味係燒汁茄子豬頸肉。雖然呢一道菜係用個瓦鍋裝住，但其實個瓦鍋係凍嘅，所以做唔到好似啫啫煲嗰種熱辣辣好野味嘅感覺。因為佢本身唔夠熱，所以個香味都比較單薄。另外味道上都比較普通。接住下一道菜係陶陶居脆皮乳鴿。呢度嘅乳鴿賣相係唔錯嘅，外皮係非常之香脆，不過肉質唔算好嫩滑，亦都冇咩肉汁。食落去嘅感覺同預期一樣，都係偏向比較乾身，不過味道就唔錯，算係中上水平嘅出品。下一道菜係台山花菜啫臘味。呢道菜個瓦鍋就有加熱炒過啦，所以會有啲焦香嘅感覺。啲臘味炒到出晒油，非常之香口同埋野味，所以比較適合用嚟送飯。因為芝芝想飲嘢啊，所以我哋嗌咗一罐陶陶居自家製嘅檸檬茶。至於味道方面就比較甜，有啲類似蜜蜂糖嘅味道。另外茶味都比較淡，不過呢一啲味道可能小朋友會比較中意。好啦，上埋今餐嘅最後一道菜就係蒜蓉粉絲蒸開邊蝦。通常用蒜蓉粉絲烹調嘅菜式喺味道上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，所以呢碟蒸蝦嘅感覺算係正常發揮。不過啲蝦就比較細隻，冇乜肉食。好啦，今餐食飽啦，整體嘅感覺唔算話好滿足，因為味道上冇咩太大嘅驚喜。但係相比起深圳陶陶居嘅分店，呢度嘅出品明顯係高一個層次。不過總店嘅服務水平就強差人意啦。基本上由入座開始去到用餐完畢之後，整個用餐過程係接近冇服務可言。例如服務員唔會主動幫你加水，亦都唔會幫你跟進啲嘢食到齊未。再加上呢度係用 QR Code 落單，所以整個過程可以完全唔使同服務員接觸。不過可能呢度係廣州嘅關係，所以大部分嘅人嘅感覺都係比較隨性。相比起深圳用餐嗰陣啲服務員比較殷勤有禮，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所以總括一下，我哋對陶陶居嘅感覺就係一間遊客店，所以俗啲講句係有啲食名氣食老本嘅感覺。整體嘅感覺同一般中高檔嘅酒樓冇咩太大分別，所以我覺得百年老字號係一個榮耀。如果做得好嘅話，係可以繼續將佢發揚光大。但係百年老字號呢個稱號，同時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沉重嘅負擔，所以一定要更加用心去經營，否則最後只會令佢黯然失色。最後埋單301蚊人民幣，唔好計呢度嘅服務水平，淨係以呢度嘅食物質素嚟講，價錢係有啲 overprice。所以如果有一日我哋經過陶陶居唔需要等位嘅話，淺嘗一下佢哋嘅點心亦都未嘗不可。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呢一間陶陶居呢？對佢又有咩睇法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。食飽飯之後，我哋就四周圍行逛一下，睇下有啲咩特色嘅店鋪。雖然頭先我哋咧就冇嚟蓮香樓飲茶，但係我哋而家入蓮香樓度買手信先。蓮香樓總店嘅位置係喺正陶陶居總店嘅斜對面，而且兩間都係好有名嘅老字號，所以難得一場嚟到，點都要入去觀摩一下，同埋買下啲手信。我哋而家行過路過，千祈唔好錯過，入去睇下先。老廣州嘅手信啊，呢度係。十分太多款式啦，太多款式啊，眼花繚亂啊！究竟買邊一隻呢？
買2大袋手信啊！買咗啲咩啊？唔知啊，10幾盒咩都執咗啲啦。哦，係。睇下，咩都有啲。哇，乜都有。好啦，買完手信之後，我哋又繼續四周圍行下啦。芝巴，你知唔知呢度係咩啊？唔係普通用手霜啊，係跟翻你嘅生日嘅用手霜啊。咁有咩特別啊？啲日子？咁你生日嗰日就買嗰日咯，咁就係屬於你嘅味道啦。Oh my god！ 呢啲就係好啱啲女人噶啦，知唔知道啊？啲女人一見到呢啲咧就好中意噶啦。唔好理啦，佢係就啱就買啦。哇，好正！買完嘢之後，我哋嚟到永慶坊嘅旅遊區，呢度係一個4A 國家級嘅旅遊公園。簡單講，呢度係一個位於荔灣區嘅歷史文化街區。呢度已經超過100年歷史㗎喇，所以係遊客必到嘅景點之一。永慶坊，我哋嚟到啦，到此一遊啊！永慶坊原本為廣州西關嘅老街區，呢度曾經係廣州傳統嘅商業同埋居住區，而家仲保留咗大量嘅西關大屋同埋騎樓，呢啲充滿嶺南特色嘅建築物。呢一啲咁有特色嘅西關大屋經過改造之後，仍然保留到當時建築物嘅結構同埋外貌，而家已經成為咗一條非常之繁華、商店林立嘅商店街。嚟到呢一度係一個可以乘坐遊船觀光嘅地方，因為我哋都攞住好多行李同埋手推車，所以就冇坐呢個遊船。但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到嘅話，都建議大家去坐，因為沿途有好多特色嘅打卡位。坐住遊船沿住呢條河道嘅方向，係可以通向荔灣門嗰一邊。沿住呢條河道可以見到12座不同特色嘅橋梁，而每一座橋都有佢獨特嘅風格同埋設計。當中比較出名嘅其中5座橋，更加係以月亮為主題，所以大家都統稱嗰5座橋為月亮橋。每條橋都結合咗原設計嘅橋拱高度變化，再配合照明倒影喺水面上面嘅效果，就造成咗月相變化嘅過程之中不同嘅形狀同埋光暗，真係非常之有意思啊！所以最後大家都統稱呢12座橋為5月12橋。呢12座橋成為咗永慶坊其中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旅遊景點。我哋一齊細心欣賞一下，感受一下呢度嘅環境。我哋用1分鐘嘅時間坐低感受一下。好寧靜，好舒服啊！當然呢度四周圍都有好多好靚嘅打卡位。因為我哋當日時間有限，所以去唔晒咁多座橋，所以就淨係去咗最近永慶坊嘅嗰一座橋。鏡頭一轉，我哋嚟到廣州地鐵嘅黃沙站，因為我哋要準備出發去下一個地方度玩啊！我哋喺廣州地鐵1號線嘅黃沙站搭4個站去公園前站，出咗閘之後沿 E 出口嘅方向前進，之後會見到一個叫星光里嘅商場。呢度就係北京路步行街大佛古寺嘅出口啦。我哋今晚住嘅酒店呢就好近呢個大佛古寺嘅，所以你向呢個方向繼續出去就係㗎啦。居然冇 lift 啊，要行樓梯。如果攞行李嗰啲呢，又比較吃力啦，因為佢行樓梯上嚟。點解嗰啲地鐵站冇 lift 又冇扶手電梯？係喎，係咪始終老廣州呢？真係。或者我哋喘下氣，個個都係咁抬㗎，原來慣咗㗎啦，所以佢哋鍛鍊緊身體啊。定係我哋老咧？嚇！日日運動，身體好啊！
經 E 出口上咗地面之後，再步行多10分鐘左右，就會嚟到著名嘅景點大佛古寺。好靚啊！我哋嚟到啦，大佛古寺啊，着咗燈啦，已經夜晚啦。呢一個區域非常之多人，亦都繁華好多。相比起頭先荔灣舊區嗰一邊，完全係截然不同嘅感覺。去到之後，第一時間我哋先去酒店 check in。呢一間酒店嘅位置非常之容易揾啊，因為喺正大佛古寺嘅對面。再加上呢間酒店係鄰近地鐵站同埋旅遊區，所以呢度嘅酒店房可以話係一房難求啊。1樓至13樓都係一啲商店同埋餐飲嘅設施，而酒店嘅大堂就位於大廈嘅14樓，而酒店嘅房間亦都只有14樓呢一層。呢間酒店嘅面積同埋空間都唔算好大，喺升降機大堂對出嘅呢一張吧台已經係酒店嘅接待處，而且亦都係酒店嘅用餐區域。而酒店嘅住客亦都可以享用呢度嘅宵夜同埋早餐，不過食物種類嘅選擇就唔多，都係以一啲輕食同埋水果為主。因為呢度嘅食物都比較普通，所以我哋就唔選擇喺度用餐啦。嗰個 OK。哇！入到嚟個感覺就好細啫喎。哇！呢度旺區喎，700幾蚊算係咁噶啦。冇錯啦，呢一間房嘅房價係740幾蚊港幣一晚。雖然間房嘅面積就唔算好大，但勝在夠方便，因為酒店對面就係大佛古寺，所以呢一間房嘅性價比都相當之唔錯。好啦，同大家做個簡單嘅 room tour 啊。入到房之後，旁邊會有一個衣架，另外仲有一個洗手盆同埋梳洗嘅地方。呢度亦都會有個 mini bar 同埋小雪櫃，雪櫃就有啲汽水同埋樽裝水都可以任飲嘅。呢度坐廁嘅款式係智能馬桶，不過沖水嘅聲音就比較大。至於淋浴間方面就正正常常啦，冇乜特別，都係普通嘅花灑套裝。另外就有一個雨淋式嘅花灑。而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沐浴露係用 Lux 嘅牌子，喺一般酒店都比較少見。仲有啲好基本嘅一次性梳洗用品，譬如牙膏、牙刷同埋梳等等。喺床邊會有一個小空間，會有啲台凳同埋一張貴妃椅。至於電製面板會有埋 USB-A 同埋 USB-C 嘅插座，所以充電方面就完全冇問題啦。呢度嘅床係標準雙人床，如果瞓2大1小嘅話係夠晒位，完全冇問題。至於窗外面嘅景觀，因為我哋間房係背對住大佛古寺，所以窗外就冇乜特別嘅景色。最後電視方面係有翡翠台嘅，如果要追劇集或者睇新聞，呢一間房就可以滿足到你啦。好啦，酒店房嘅開箱大致上都差唔多啦，因為時間已經係晚上嘅7點鐘啦。所以我哋放低晒啲行李之後，就準備出去外面食晚飯。我一落樓咧就望住個大佛，正咯。好有台灣街道。佢有冇深圳嗰啲咁環中直貨？本身我哋諗住去食大鴿飯。因為呢一間鋪係非常之出名噶，喺大眾點評有超高嘅4.8分。但係我哋大約7點半去到嗰陣已經截咗龍，唔再派飛啦，所以唯有去揾過第二間餐廳。我哋穿過咗光明廣場之後，嚟到呢一條叫做惠福美食花街嘅美食街。喺呢條美食街有各式各樣唔同種類嘅餐廳同埋街頭美食，所以喺度揾食係絕對冇難度啊！除非你有選擇困難症啦。哇，好靚啊呢度！超級好食靚。哇，好似任何一間，佢有試下喎。
兜咗幾個圈之後，最後我哋揀咗呢一間當地人至愛嘅啫啫煲專門店啫神。入座之後，我哋嗌咗一個有5道菜嘅2人套餐。職員話係當地人嘅推薦啊，所以我哋就試一試。第一道菜係黑椒啫啫豬頸肉，聽到啲吱吱聲已經非常之吸引啊！呢一個煲非常之香口，但係亦都非常之油膩，所以都係少食多滋味。呢一碟係清炒菜心款，炒得非常之爽脆，應該都係有用豬油去爆炒過嘅，因為非常之惹味。下一道菜係招牌豉油碌鵝，我覺得係今餐最好食嘅一道菜，因為啲鵝肉醃得非常之入味，而且鵝肉仲保持到好嫩滑，醬油嘅味道亦都調校得啱啱好，果然係招牌菜啊，相當之唔錯。下一道菜係開胃5柳蛋，呢道菜嘅做法係將啲雞蛋攞去半煎炸，之後再淋上一啲甜酸嘅醬汁，但係啲醬汁調校得太過酸啦，酸到有啲乸鼻嘅感覺，所以呢一道菜就比較有啲奇怪，唔係太啱我哋嘅口味。最後上埋呢一煲正正常常冇咩特別嘅臘味煲仔飯，咁就完成咗呢一餐啦。好啦，最後總結一下呢一間啫神嘅出品，其實都算有水準嘅。不過啲嘢食都係偏向比較濃味同埋多油，至於口味方面就好主觀嘅，我哋就覺得比較一般。所以食啫啫煲，我偏向中意我哋之前喺深圳食過嘅嗰一間啫火。雖然呢一間啫神未至於非常之出色，但係總括嚟講都可以一試。食飽飯之後，我哋就準備返酒店，亦都完成晒當天嘅行程，所以今集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啦。最後多謝大家收睇滋滋游游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一下，仲有記得撳埋個訂閱掣啊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啦。好啦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